那拢总兄弟姊妹，你也是甲吹2024年，在前面是甲地咪阳暗看唔到，但係我有個好消息講，拢總兄弟姊妹啲，在羅馬書5:5節，係講自己嘅盼望，並在上帝裏面，上帝唔會讓自己灰心，因為咗上帝嘅愛降下在自己嘅心中，透過佢嘅聖靈本自家。那係呢個盼望單向在上帝，單向並在上帝裏面，一天唔會灰心。係個並在人類嘅方面，並在啲社會世界嘅方面，一天未呢個灰心。但係呢，因為就攏總在社會裏啲，在人類啲冇嘅標停，但係在上帝裏面有嘅標停。因為就在箴言書23:18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就這個前途一天有，這個盼望唔是切實。那所以是個盼望在耶穌基督裏面一天大嘅得勝，但是係真理，是個唔會灰心，是個得到上帝嘅榮耀。得到上帝嘅最後嘅恩典，阿們。